眾爬女明星父子借表演名義光明正大揩油，這些行為對於風流成性的曾志偉來說只是冰山一角。暗地裏她被稱為港星女明星的噩夢，娛樂圈的不倒翁，打不死的小巨人。曾志偉在圈中好友眾多，甚至有着老爺的愛好，披負藍潔瑛、掌摑皇后、容貌容祖兒。但神奇的是，不管身上剛着什麼負面新聞，曾志偉的演藝事業似乎都不受影響。那些年，在他身上究竟發生過多少斬馬事件？他又有着怎樣強大的背景？為何每次都能全身而退呢？今天我們來深扒一下曾志偉的黑與紅。1953年4月14日，曾志偉出生在香港一個條件相當殷實的家庭中，受父親的影響，年輕的曾志偉也很喜歡踢球，但或許是因為身高只有1.59米，曾志偉在球隊中的表現並不算亮眼，反而是在踢球時，他偶然認識了在武行工作的洪金寶。洪金寶那時是龍虎武師，也就是粵劇和電影行業中負責武打動作的特技演員。曾志偉對這個工作很感興趣，就這樣，他開始跟着洪金寶在片場晃蕩，從此進入演藝圈。1972年，19歲的曾志偉在邵氏電影《14女英豪》中出影番章，2年後又被著名導演劉家良看中，去台灣拍了2年戲。1976年，曾志偉再次回港發展，跟隨洪金寶和成龍先後在邵氏、大樂、羅維影業等電影公司中工作。70年代末，舊派武俠片開始式微，曾志偉覺得做龍虎武師跑龍套總歸賺不了大錢，就在朋友的建議下，開始嘗試電影幕後工作。曾志偉參與幕後製作的第一部作品名叫《李三腳威震地獄門》，在這部荒誕片中，他首次嘗試了助導，同時作為演員出映。在這個過程中，曾志偉積累了大量的人脈和經驗，終於在1980年，量變引起了質變。那一年，他加入新藝城影業。80年代的香港影壇，新藝城屬實是個牛逼的存在。短短3年時間，他就成了香港票房增長最猛的公司，直逼兩大江湖巨頭邵氏與嘉禾的地位。從跑龍套的龍虎武師，一路做到無線電視的總經理。曾志偉的成長速度和幅度在娛樂圈中相當罕見。不過與曾志偉的成就一起出名的，還有他身上數不清的種種波瀾。圈裏人都清楚，曾志偉、陳百祥、譚詠麟等人領軍的東方魅力集團，集結了香港眾多藝人，同時也發展餐飲、網站等休閒娛樂事業，與英皇娛樂是競爭關係。傳言說東方魅力集團曾因為資金問題，試圖找英皇入股，但英皇趁機提出了苛刻條件，兩邊最終沒談成，還見下了梁子。之後，東方魅力拍戲，想借用一下英皇的謝霆鋒，曾志偉就託好友成龍去向英皇的楊受成借。楊受成一看是成龍開口了，這個面子必須給，不過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拍戲的時候要把英皇的容祖兒也賽進去。但東方魅力這邊又不幹了，因為他們已經有自己要捧的女星了，不可能再用容祖兒。此事又讓英皇和東方魅力的關係更加惡化。2000年，梅艷芳舉辦生日會，眾多名人都去捧場，楊受成和曾志偉自然不能缺席。但喝高了之後，曾志偉口無遮攔，對着楊受成爆粗說：你就厲害啦，你開的那間 Pink 貓貓都變成富豪妓院啦，甚至還用髒話問候了楊受成老母。Pink 貓貓是英皇旗下的跑馬地英皇駿景酒店內的一間酒吧，再加上早前女星鄭希怡在表演時不小心走光，曾志偉曾經調侃說是楊受成派他來貢獻大尺度表演的，最終禍從口出，得罪了人。曾志偉在酒吧喝酒消遣時，突然遭到3名大漢伏擊，頭臉嚴重受傷，頭頂及額角合共縫29針。針對遇襲的原因，當時的媒體主要有3種猜測：一是曾志偉因醉酒與人發生爭執；二是桃色糾紛；三是與曾志偉早前禍從口出，得罪了人。1992年，在《歡樂滿東華》節目中，曾志偉曾公開說汪明荃與羅家英是奸夫淫婦、狗男女。在1997年某晚會中，
他又公然開玩笑說郭富城不要老想着溝女。2012年，曾志偉再陷風波，不過這次換成他打別人了。2012年10月，香港女藝人陳奕迅妻子徐濠縈等人在一家餐廳為朋友慶祝生日，結賬時投訴餐館濫收費。這家餐廳的老闆是港姐徐淑韻的老公黃浩。結果一個多月後的11月22日，黃浩自爆有人拿着一條明星涉嫌給不好東西的短片，向他勒索20萬元。他聲稱短片的內容他已經看過了，包括4女1男5個藝人，事發地點就是他餐廳的 VIP 包房。影片泄露的途徑應該是餐廳的前員工用手機拍下了餐廳閉路電視的錄像。不過打電話勒索黃浩的人並非前員工，黃浩聲稱不知對方的來頭，但如果對方再來電的話，他必定報警。當被問到是否真的有藝人在其餐廳內給不好的東西時，黃浩直認不諱說：我覺得是的。隨後，警方主動聯絡了黃浩。香港媒體馬不停蹄地對事件做出了報道，一時間迷幻飯局的字眼轟動全城。媒體猜測的對象包括徐濠縈、何超儀、葉佩文及組合 LMF 成員等20多位藝人。頓時娛樂圈內人人自危。11月24日，黃浩說有人曾嘗試與他聯絡，希望擺平此事。黃浩稱他自己也是生意人，不想多生事端，一定不會自行公開短片，除非警方要他這麼做。時間來到了10天後的12月5日，黃浩夫婦被邀請到金鐘萬豪酒店參加前港姐鄭嘉文的婚宴，曾志偉也在現場。曾志偉在圈裏是出了名的酒騷機，每次出席朋友的生日派對和婚禮，最後都必定酩酊大醉，需要好友扶着他離場。這一次也不例外。當晚，黃浩報警聲稱在婚宴上遭到了曾志偉的掌摑，並在妻子的陪同下到醫院驗傷。警方當即以毆打傷人案處理。至於曾志偉掌摑黃浩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是曾志偉不善黃浩處理短片事件的做法。曾志偉算得上是香港藝人的老大，許多藝人都說黃浩愛搬弄是非，曾志偉覺得自己有義務出面擺平此事。二是曾志偉事前傾說短片內容存疑，這可能就是黃浩的一次炒作。見到黃浩後，曾志偉氣不打一處來，就動了手。當晚曾志偉在苗僑偉等好友的陪同下來到警署，否認打人。苗僑偉也聲稱沒有看到有人打人，但外界有傳聞說爭執期間曾有4名男子把黃浩拉入麻將房。黃浩的妻子徐淑敏也被恐嚇說不准報警。12月7日，徐濠縈與丈夫陳奕迅召開記者會，澄清自己絕對沒有給不好的東西，還說願意公開飯局的照片為證。同日，黃浩突然轉了口風，正從未看過短片及被人勒索。隨後，事件開始出現反轉的趨勢，眾藝人紛紛現身攻擊黃浩，限黃浩在48小時內收回其發布的錯誤訊息。12月13日，曾志偉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藝人的形象很重要，會影響代言的產品，食錯東西可以拉出來，說話就不能亂講。不過12月19日，曾志偉還是因涉嫌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案遭到了警方的拘捕，後來獲得了保釋。有媒體揣測，黃浩的後台也很厲害，除了與不少江湖猛人有交情外，身邊還有高級警官隨行。同日，黃浩餐廳發表聲明，說飯局事件中的藝人攻擊餐廳濫收費用，純屬誹謗。但值得一提的一點是，黃浩此前提到的短片從未流出過，也沒有任何藝人因此受到調查。迷幻飯局事件就這樣成了一起羅生門，但發生曾志偉身上的爭議並沒有停下來。2013年12月，香港女星藍潔瑛自爆曾經遭到2位影壇大哥的欺負，但在錄音中，具體的人名已被消音。5年後，大陸八卦記者卓維曝光了未消音的錄音版本，裡面清楚提及這2位大哥，一位是已故的鄧國榮，另一位則是仍活躍於娛樂圈的男星曾志偉。2018年1月11日，認證身份為金牌舞女教母的韓詠華也發文爆料，稱曾志偉不止一次欺負女藝人，並稱其變相扯皮條。關於這起事件的具體內容，還請回看我們之前的視頻。
卓偉的美消音視頻引發娛樂圈地震之後，文匯報等傳媒又爆猛料。記者們發現，早在1990年曾志偉導演電影《安樂戰場》時，就將劇情假戲真做，欺負了女配角余倩文。在拍戲前，曾志偉就向余倩文表示，為了讓畫面更逼真，需要盡量真實演出，但他會點到即止。余倩文雖有猶豫，但因為價位太少，還是勉強答應了。結果在拍攝時，身兼導演的曾志偉直接清場，讓無關人員都離開了。拍攝途中，余倩文曾大聲呼救掙扎，事後余倩文直接退出了電影圈。同劇組的女美術指導也相當憤怒，痛罵曾志偉無人性。而最後曾志偉又以效果不佳為由，並沒有使用這個片段。2019年，在李婉華的訪談節目中，曾志偉承認了這段戲有假戲真做，但辯稱是余倩文要求的。其實一直以來，曾志偉的桃色新聞都不少。1972年，他與黃美華結婚期間誕下長女曾寶儀及次女曾詠儀。黃美華的原生家庭相當貧窮，她12歲就出來唱歌，14歲簽了歌舞團，18歲嫁給了曾志偉，婚後就不再從事歌手職業，專心在家相夫教子。但那時曾志偉在娛樂圈還屬於初入獄的龍虎武師，結婚當晚都要開工。結婚3年，除了逢年過節、藝伎、奶奶生日之外，曾志偉只會偶爾回家換換衣服。黃美華見他的次數用一隻手都數得過來，即便如此，黃美華都忍耐了。可曾志偉還是時常會在外面和女演員轉緋聞，甚至還有女星打電話向黃美華示威。1975年，黃美華選擇了離婚。1978年，曾志偉再婚，又娶了圈外人朱錫珍，二人育有曾國祥及曾國佑兩子，但關係更是說不上親密。朱錫珍早早就帶着2個嫩子移居加拿大，夫婦分居長達20多年。2020年初，朱錫珍因為生病，才從加拿大返回香港就醫。同年8月，在香港養和醫院因癌症病逝。2022年9月30日，曾志偉現身馬來西亞姆特活黎巴納的慶生派對，在唱完生日歌後，他主動走到黎巴納身旁，俯身嘴對嘴親吻了對方。這個過於親密的舉動，很快就被網友詬病聲浪。曾志偉則回應表示，生日獻吻是禮貌的表現，生日送 birthday kiss 也好正常。2023年，發生在曾志偉身上的另一起爭議性事件，就是開頭提到的白應倉祝壽視頻了。在視頻中，曾志偉直呼白應倉大名，我祝白應倉生日快樂，憑情問理。觀者無不對曾志偉與緬北勢力的關係產生遐想。曾志偉這邊則立刻澄清，表示自己是應一位內地朋友的邀請拍的祝壽影片，他自己根本不認識白應倉。以後如果是不熟悉的朋友提出拍片請求，他會一概拒絕。24年6月，曾志偉出席抖音網紅小楊哥的新店開業典禮，小楊哥旗下的直播網紅喬妹也在場。事後，喬妹將與曾志偉的合照片段發到網上，網友們立刻展開吐槽，說曾志偉竟然公開望向女網紅的胸部，實在是下流。不過也有人表示，曾志偉的確望向了女網紅胸部，之後不足1秒便收回目光，望回鏡頭。從身高上來看，他也確實剛剛到女網紅的肩膀，不是故意要揩油。其實我們也都清楚，娛樂圈的事總是真真假假，難辨是非。但一個藝人身上如果有這麼多負面新聞，就算都是假的，也總是會對事業產生負面影響的。然而這麼多年，曾志偉一哥的身份卻相當穩固，甚至不降反升，這也就不免讓人猜測他的背後會不會有什麼靠山力。只是這背後有多少是人情世故，有多少是人格魅力，我們就不得而知了。